有冇人同你講過，女人過咗35歲，真正嘅危機從來都唔係皺紋增多、體質變差、歲月老去，而係悄悄失去咗人生主動權。夜深人靜嘅時候，你不妨靜心問下自己幾個真心問題，認真諗清楚，你就會驚出一身冷汗。你日日為家庭奔波，為老公遷就，為仔女犧牲，捱盡半生辛苦，節衣縮食做人，事事顧全家人，感受從來唔自私、唔計較、唔偷懶。點解心中永遠藏住一份揮之不去嘅芳虛？點解面對老公嘅面色、家庭嘅爭執、生活嘅變故，你永遠都唔夠膽直腰，唔夠底氣講話？你有冇認真諗過，今日老公願意俾你零用錢，願意養家，願意體諒你，係長久不變嘅真心，抑或只係一時嘅情分？萬一將來感情變淡，婚姻生變，老公體諒不再，甚至年紀大咗，面對病痛、失業、各種人生風浪，冇咗呢份零用錢供應，你仲有咩底牌傍身？仲有咩退路可退？仲有咩資本安身立命？好多35至55歲嘅中年女人，一生都被嫁人就係安穩，有人養就係幸福嘅觀念誤導，傻傻將自己嘅半生安穩、晚年幸福全數寄託喺伴侶身上，以為依附就係歸宿，私語就係永恆，溫柔就係底氣。但人世間最殘酷嘅真相，往往藏喺平靜之下。別人俾嘅安樂永遠唔屬於自己，求人得來嘅溫飽永遠暗藏卑微，依賴換來嘅安穩永遠經唔起風雨考驗。好多女人臨中年先至猛然驚醒，自己半生付出，一味依附，最終換來嘅唔係萬無一失嘅幸福，而係隨時會崩塌嘅人生，隨時會失去嘅依靠，隨時會陷入被動嘅無助。呢個世上最唔可靠嘅，從來都係人心與情分；最穩陣、最長久、最屬於自己嘅，永遠係自食其力嘅能力，自己掌控嘅財富，自己把握嘅人生。人到35歲、45歲、55歲，走過半生煙火，歷盡婚姻冷暖，睇透人情虛實，先至慢慢參透一個最現實、最通透，亦都最殘酷嘅真相。中年女人所有嘅慌亂、委屈、忍讓、卑微，90%嘅根源都係手心向上。好多女人半生誤解咗婚姻嘅真義，以為嫁得良人、有人養、有零用錢使、有屋企安身，就係一世嘅安穩，就係人生嘅圓滿。殊不知，婚姻從來都唔係避風港，從來都唔係永久嘅庇護所。中年之後，所有依附於人嘅溫柔，所有伸手得來嘅滋潤，所有旁人俾嘅安樂，都易碎，都無根，都經唔起風雨。真正撐得起中年女人底氣，護得住晚年尊嚴，扛得起人生風浪嘅，從來都唔係老公嘅寵愛，唔係家庭嘅欽護，唔係隨手可得嘅零用錢，而係自己雙手賺返來嘅銀紙。自己掌控嘅經濟主動權，自己從不依附任何人嘅獨立人生。35歲之後，女人一定要徹底醒覺，情分係軟嘅，人心係變嘅，婚姻係動態嘅。唯有自己賺嘅銀紙，自己掌控嘅積蓄，自己擁有嘅謀生能力，先係硬淨嘅，恒久嘅，永遠唔會背叛你嘅。唔好再天真以為婚姻就係一世飯票，老公就係永久依靠。呢個世界最唔穩定嘅就係人心同感情。年輕時嘅濃情蜜意、體貼入微，抵不過歲月消磨、生活瑣碎、外界誘惑。今日佢可以心甘情願養你、寵你、遷就你，聽日就可能因為厭倦、因為矛盾、因為變心，收回所有嘅溫柔與包容。太多中年女人嘅悲哀，都源自於過度依附，將自己嘅人生捆綁喺另一個人身上，將自己嘅安穩寄託喺別人嘅良心之上，
本身就係一場賭博，而且係一場輸多贏少嘅賭局。你長年唔工作、唔賺錢、唔接觸外界，慢慢就會與社會脫節，眼界變窄，思維固化，自信心流失，最後淪為只識打理家務，只會伸手要錢嘅家庭主婦。呢個時候，你嘅世界淨係得低家庭同老公，對方嘅一舉一動、一言一笑都可以輕易影響你嘅情緒，左右你嘅人生。對方心情好，你就有安穩日子；對方心情差，你就要小心翼翼，忍讓退縮。呢種看人面色、仰人鼻息嘅生活，看似安逸，實則處處被動，步步受制。我見過好多40幾歲嘅女人，半生為家付出，從未自己賺過一分錢。臨中年遭遇婚姻變故，先至發現自己一無所有，冇積蓄，冇技能，冇社交，冇獨立生存嘅底氣。面對老公嘅冷漠、家庭嘅矛盾、突發嘅變故，只能忍氣吞聲，委曲求全。明明自己半生勞碌，滿腔付出，卻因為冇經濟能力，連為自己辯解嘅底氣都冇，連離開錯嘅人、錯嘅生活嘅勇氣都冇，驚冇錢養仔女，驚冇錢租屋住，驚無法維持基本生活，最後只能死死守住一段早已變質、滿是委屈嘅婚姻，日日內耗，夜夜煎熬。反而係啲中年從不依賴老公零用錢，堅持自己賺錢嘅女人，人生狀態完全唔一樣。佢哋都唔係大富大貴，都唔係事業有成，好多只係做住普通工作、小本生意、閒茶兼職，收入未必大富大貴，但足以養活自己，應對日常開支，滿足自己喜好。就係呢份屬於自己嘅收入，撐起咗佢哋全部嘅尊嚴同從容。買嘢唔使猶豫，使錢唔使內疚，求人唔使卑微，吵架唔使退讓。婚姻順遂嘅時候，佢哋可以享受家庭溫暖，珍惜夫妻情分；婚姻不如意嘅時候，佢哋亦都有退路，有底氣，有能力轉身離開，從唔會因為銀紙委屈自己，綁架自己嘅人生。好多女人會辯解，話我老公願意俾我使錢，從唔苛刻，對我好好，我何必辛苦自己出去捱？其實你要明白，老公願意俾同你自己有能力賺，係兩種完全唔同嘅人生境界。別人俾你嘅溫飽係私語，自己爭取嘅富足係底氣。私語嘅溫柔永遠帶有束縛，自給嘅從容先係真正嘅自由。老公俾你零用錢，本質上係佢嘅善意同情分，呢份情分可以隨時收回，隨時減少，隨時變質。而你自己賺嘅錢係你嘅實力、你嘅底線、你嘅後盾，無論風雨幾大，人心幾變，都會一直陪伴你，撐住你。更何況中年之後嘅男人壓力巨大，身心疲累，對家庭嘅付出，對伴侶嘅體貼，一定會隨住歲月慢慢減少。年輕時願意無條件寵你、遷就你、包容你，中年之後面對工作壓力、生活開支、養老養小嘅重擔，佢都會有心煩、有疲憊、有抱怨。呢個時候，如果你從未自己賺錢，長年依賴佢供養，就好容易成為佢嘅負擔。無論佢幾愛你，日復一日承擔全家開支，獨自撐起所有重擔，心底都會滋生不平衡。呢種不平衡會慢慢變成冷漠，變成指責，變成嫌棄，最後消磨晒所有嘅夫妻情分。現實從來都好殘酷，人性從來都好真實。夫妻之間愛情係基礎，匹配先係長久嘅關鍵。你可以唔需要賺大錢，唔需要俾老公出息，但你一定要有自己嘅謀生能力，有自己嘅價值輸出，有自己嘅經濟來源。一個女人唯有經濟獨立，先有人格獨立；唯有手心向下，先能抬頭做人。你自己有錢，
先唔會畏手畏腳，患得患失。你自己有能力，先唔會看人面色，委曲求全。你自己有積蓄，先可以從容面對人生所有突發風浪。35歲到55歲係女人人生最關鍵嘅轉折期，亦都係重塑自我、積累底氣嘅黃金期。呢個年紀，仔女逐漸長大，學業穩定，唔再需要寸步不離照顧，家庭瑣事相對減少，女人終於有屬於自己嘅時間同精力。呢個時候，千祈唔好選擇躺平，唔好覺得半生都過來咗，唔好再折騰自己，更唔好執迷於依附老公，安於現狀，貪一時安逸。你而家偷嘅懶，依賴嘅人，捨棄嘅成長，未來都會變成生活嘅苦，人生嘅難，晚年嘅荒。好多中年女人覺得年紀大咗，學唔新嘢，闖唔出新路，安安分分喺屋企湊仔顧家就足夠。呢個念頭先係困住女人一生嘅枷鎖。歲月從來都唔係女人嘅敵人，停滯不前，放棄自我，過度依附，先係30幾歲、40幾歲嘅女人。心智成熟，做事穩重，有耐性，有擔當，懂人情，知世故，恰恰係最適合打拼、最容易成事嘅階段。你唔需要一口氣吃成盤子，唔需要追求大富大貴，唔需要強求轟轟烈烈嘅事業。你只需要走出家庭嘅小圈子，一份適合自己嘅工作，做一份輕鬆嘅副業，發揮自己嘅長處。哪怕收入微薄，都足以改變你嘅人生格局。自己賺錢，從來都唔只係為咗銀紙，更係為咗找回自我，建立自信，擁有獨立人格。長年喺屋企做主婦嘅女人，好容易陷入自我懷疑，覺得自己冇價值、冇能力，脫離社會，一無是處。但當你開始自己賺錢，哪怕係微薄嘅收入，你都會重新發現自己嘅價值。你會知道你唔只係老婆，唔只係媽媽，唔只係媳婦，你仲係你自己。你有能力創造價值，有能力養活自己，有能力掌控自己嘅人生。呢份自我認同係任何人、任何婚姻都俾唔到你嘅珍貴財富。同時，自己賺錢嘅女人先可以擁有婚姻裏面嘅平等與從容。好多家庭矛盾、夫妻爭吵、親子隔閡，根源都係經濟唔獨立。手心向上嘅女人，永遠都有一份隱藏嘅卑微。講說話冇底氣，做事冇硬氣，吵架冇勇氣。老公一句屋企所有開支都係我俾嘅，就可以瞬間擊垮你所有嘅付出，所有嘅辛勞，所有嘅委屈。但當你自己有收入、有積蓄、有謀生能力，你就唔會再懼怕爭吵，唔會害怕冷戰，唔會畏懼分開。你可以坦然講出自己嘅想法，堅持自己嘅底線，守住自己嘅尊嚴，唔需要為咗生活忍讓，唔需要為咗銀紙妥協。我見過好多夫妻，女人自己有穩定收入，從唔伸手要零用錢，夫妻相處反而更加和睦，更加平等，冇咗依附與被依附嘅落差，冇咗施予與接受嘅高低。兩個人互相體諒，互相扶持，共同撐起家庭，感情反而更加穩固，更加純粹。老公會尊重你嘅付出，認可你嘅價值，體諒你嘅辛苦，唔會將你嘅付出視為理所當然，更唔會隨意輕視你、忽略你。呢種被尊重、被平等對待嘅感覺，係幾多零用錢都換唔返嘅寶貴幸福。中年女人一定要清醒認知，婚姻係錦上添花，從來都唔係雪中送炭。老公係人生伴侶，從來都唔係終極靠山。人生下半場，風雨越來越多，變數越來越大。父母會老去，仔女會遠飛，伴侶會變心，感情會淡化。唯一永遠唔會離開你，永遠可以依靠嘅只有你自己。
同你自己賺返來嘅銀紙，唔好再羨慕別人老公大方，從不缺零用錢使，唔好再羨慕別人可以安坐家中，無憂無慮。你要明白，所有嘅輕鬆背後都有你睇唔到嘅隱憂，所有嘅依附背後都有無法掌控嘅風險。今日有人養，有人寵，有人俾錢使，看似風光，實則將自己嘅人生主動權雙手奉上。一旦風浪來襲，無人庇護，就會瞬間陷入絕境，無路可退。而自己賺錢嘅女人，看似辛苦，需要打拼，需要付出，實則步步穩妥，處處從容。無論遭遇任何變故，都有退路，有底氣，有重新開始嘅勇氣。35歲之後，女人最頂級嘅自律就係戒掉依賴，停止伸手，努力搞錢，持續成長。呢個年紀唔好再將時間浪費喺懷疑、感情、糾結矛盾、攀比生活上面，亦都唔好再沉迷喺安逸嘅假象之中。與其日日擔心老公變心，擔心生活變故，擔心晚年無依，不如踏踏實實提升自己，安安靜靜努力賺錢。你積累嘅每一分錢，掌握嘅每一項技能，沉澱嘅每一份實力，都會成為你人生最堅固嘅護身符，護你渡過風雨，伴你安度晚年。好多女人會話：我年紀大咗，冇學歷，冇技術，冇人脈，根本冇辦法出去賺錢。其實從來都唔係你冇能力，而係你唔願意突破，唔願意改變，唔願意捱少少辛苦。呢個時代從來都唔缺普通人嘅賺錢機會，唔需要高學歷，唔需要強背景，唔需要大本錢，中意打理家務，心思細膩，可以做家政，做私房美食，做家居整理，中意溝通，性格開朗，可以做零售，做服務，做社群分享，中意安靜，擅長文字，可以做文案，做剪輯，做內容記錄，哪怕係閒暇時間，做手工，做代購，做簡單兼職，都可以賺取屬於自己嘅收入。收入多少，從來都唔係重點，重點係你唔再依附，唔再伸手，唔再被動。當你開始自己賺錢，你嘅心態會徹底改變，你嘅眼界會慢慢打開，你嘅格局會逐漸提升。你唔會再將所有注意力擺喺老公身上，擺喺家庭瑣事之上。你會有自己嘅追求，自己嘅社交，自己嘅人生價值。你會發現，唔再手心向上嘅日子，先係女人最自由、最舒展、最有尊嚴嘅日子。你唔會因為少咗幾百蚊零用錢而委屈，唔會因為老公一句說話而內耗，唔會因為生活變故而慌亂，內心滿滿都係踏實同從容。更加重要嘅係，媽媽嘅獨立與努力係對仔女最好嘅身教。你想個女以後獨立自信，唔依附男人，唔委屈自己，你首先要做好榜樣。你想個兒子懂得尊重女性，懂得體諒付出，懂得平等相處，你首先要活得出色，活得獨立，活得有底氣。一個日日伸手要錢、看人面色嘅媽媽，教唔出自信從容、獨立堅強嘅仔女。一個努力打拼、自強不息、經濟獨立嘅媽媽，先可以用自己嘅人生影響仔女嘅一生，俾佢哋懂得努力嘅意義、獨立嘅可貴、自強嘅價值。中年女人最傻嘅諗法就係覺得結婚就係一世安穩，有人養就係終極幸福。其實婚姻嘅本質係勢均力敵嘅陪伴，係互相成就嘅共生，從來都唔係單方面嘅依附與供養。你冇價值、冇實力、冇經濟能力，再深厚嘅感情都會慢慢被生活消磨。你足夠獨立、足夠優秀、足夠有底氣，先可以留住溫柔，守住幸福，經營好婚姻。願每一位35到55歲嘅中年女人都可以早日擺脫依附，戒掉身手，
努力自強，唔再為銀紙卑微，唔再為生活忍讓，唔再為感情內耗，憑自己雙手賺錢，靠自己實力立足，以自己獨立立身，用自己嘅收入買自己中意嘅嘢，過自己想要嘅生活，撐起自己嘅尊嚴，守住自己嘅安穩。婚姻好，我可以珍惜相伴；婚姻唔好，我可以從容轉身。餘生漫漫，不靠他人施捨，不戀虛幻溫柔，自強自立，自在從容，活成自己最堅實嘅靠山，最溫暖嘅港灣，擁有屬於自己嘅無人可以剝奪嘅人生底氣與福氣。